近天时多变，一下的人一下的热，一下子不注意啊，就会寒到。有的人引出，有的人引流鼻水，这个就是生病咯。客家话我跟你讲，躺好了哦，八平诶，八平诶，八平诶，生病了。现在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来，八平诶。你的报告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一直咳嗽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好难过。我想哦，因为最近甜食天气变来变去，所以很多人感冒了啊。而且我有印错，一直咳嗽，而且还流鼻水。还是你哈猪下午请假回去休息好了。不用了啦，只是很多感冒而已，不用请假啦。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冷，你的外套可不可以借我？有啊。不过我感觉你好像有一点发烧，我看一下哦。有吗？好烫你真的发烧了。我看你啊，要赶快去本县上空去看医生。哎呀，不用去本县上空，不用去看医生了啦。不行啊，你保平也生病了，就是要去本县上空去看医生啊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我下班之后会去本县上空去看医生啦。身体好了才有力气工作啊。复习时间。生病了，八平诶，八平诶。流鼻水，流鼻水，流鼻水。发烧，发烧，发烧。看医生，本县上看，本县上看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分享大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